我哋翻嚟嘅時候咧，條友瓜咗，個人瓜咗啊？唔係條鼠，喂，即係蒸咗俾佢食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又話有少少奇奇怪怪喎味，唔會，真係是臭蟹，噴啲嘢嘅臭蟹。老二，老姨，等一下，不是老二，是阿姨的姨，很老的老姨，唔好意思啊，老姨，直接變成男，無端，唔好意思啊，有聽富有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歡偷東西的。佢中意偷嘢啦，佢食完嘢唔俾錢啦。下次我去香港教我怎樣偷東西。的。今日又嚟踩場啊 ！Hello， 大家好，你而家收聽緊富有，我係丁丁。Hello， 我是 Lucas 譚潤斌。踩場喎，踩場哦，佢哋係來自香港嘅朋友，講下唔記得。Hello，Podcast 嘅朋友是，我係秀文啊，我係大肥，我係羅 B，Hello， 我哋嚟自香港嘅 podcast 節目，我哋叫講下唔記得。咁我哋個 logo 係粉紅色嘅，好 eye catching 嘅，你會 Instagram 上面揾到啊。是，他們 Instagram 嘅名字啊，很可愛的，叫唔記得。呢度中間好可愛啊 ，NG 記得，幫他摸他是嗎？真的 okay，摸多幾次，最喜歡看的。好啦，咁點解今次會嚟馬來西亞？即係嚟嚟介紹下先啦。點解今次會過嚟馬來西亞？係咪真係踩場咧？或者喂香港咧聽到我哋 podcast， 然之後就覺得話哇好正喎，過去見下佢哋先。係啦，我哋個節目咧其實喺香港度已經有3年㗎啦。咁跟住咧今年第3年嘅時候咧，我哋就想有啲新嘅突破啦。咁就希望喺亞洲區揾唔同嘅廣東話 creator。咁就大家一齊傾下創作啊，傾下點樣去營運啊，我哋自己嘅嗰個節目咁樣啦。咁我哋就之前咧就揾咗香港自己本地，跟住又揾咗喺國內廣州嘅，跟住第3站我哋就趁住用公數去旅行嘅機會，就嚟到馬來西亞，就揾到 Fuyoh 啦，仲有其他 creator 啦，咁就傾下喺馬來西亞做創作呢件事咁樣嘅。多謝你揾到我哋啦，係咪啊？我哋真係廣東話 show 嚟嘅，好 Lucas。係啊，我都覺得好幸運你哋揾我哋，然後好有緣啊，因為都係做咗3年。係啦，Fuyoh都係做咗3年嘅。係，你哋嘅節目。Lucas 可以華語翻。你們的節目舒服啲。你們節目主要是聊什麼的？我哋節目咧係設計咧就係一個閒聊型嘅節目嚟嘅，但係咧我哋就入邊會有唔同嘅主軸啦，即係譬如話依家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錄一個叫做神父懺悔室嘅，咁我哋就由匪神父啦咁去帶領我哋呢個節目嘅，咁就係一個投稿型嘅，咁仲有一啲咧就係我哋叫做Gen Z 嘅輕哲學，就有一啲固有嘅一啲 concept 一啲話題，但係由我哋個呢個年齡層呢個角度去出發去詮釋嘅，咁嗰個就會正經少少嘅節目。咁仲有啲就譬如話愛情主題嘅一啲投稿啦，咁仲有啲嘉賓啦，咁嘉賓都會好多都係一啲creator 啦，無論係嗰啲做 music 嘅人又好，做其他生意又好，都會上嚟咁樣就傾下，都同我哋相似嘅。係啦，因為我哋都有個大題啦，咁都有啲嘉賓啦，但係通常啲嘉賓都係講風水嘅。啱啱咧，我哋其實有錄一集嘅，咁咧 Fuyoh 嘅嗰個 slogan 咧就係平凡人嘅互助會啊嘛。係啊，因為我哋嘅 slogan 你知唔知係咩啊？係咩啊？只出一張嘴。佢都問翻係咩啊？你自己都不知道，突然之間就 slogan，我都3年去到馬來西亞坐呢張凳，先知原來有 slogan 嘅，原來如此。好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係有一個特別嘅主題嘅，因為其實 Fuyoh咧都會叫翻我哋啲聽眾投稿啦，但係今日咧係為咗你哋嘅呢一個 segment 而去。即係同大家講，喂，不如即係 share 下你哋嘅，我們做一個新嘅單元，偷你們的 idea。係啊，不如 share 下你哋啲故事啦，咁樣嗱，我哋有我哋嘅
神父係，Hello 大家，我係匪神父，但我實際職業唔係一個神父嚟，純粹因為我哋有個節目叫做懺悔室，咁啊等啲聽眾咧就會投稿一啲佢哋日常生活或者係佢每一個禮拜做過要懺悔嘅事情啦，佢就打上嚟嘅，咁就唔一定係一啲殺人放火嘅事情嘅，可能係一啲好少嘅事情啊，喺辦公室嗰度整蠱咗同事啊，或者係講咗同事壞話，呢啲其實都一樣係計係要懺悔嘅事情。哦，OK，即係我哋收到呢一題嘅時候咧，我都同阿 Lucas 講，我知你有好多啊，但係你要 focus 翻今次有加班。我先讓你們講一下你們懺悔的事，有嗎？你自己分享先，神父講先啦，好冇？我哋嗰啲啊，你個樣好似好多喎。OK，不要管那個界限在哪裡，有多 over 都可以的，我們是 OK 的。我呢度 OK，我最簡單，我們可以接受。你先，因為我覺得好簡單嘅。lobby OK 嚟，就係因為咧，我哋本身三個有自己嘅正職啦。咁我同阿文仔咧都係做建築嘅。OK。咁跟住咧，通常做呢一行咧就會厭嗰行。OK，有咁嘅 concept 噶嘛？我哋咧就嚟到馬拉嚟叫旅行啦，咁樣嘅時候咧，我真係忍唔住咧，就成日哇嗰棟樓好靚啊！我就走去摸下人哋嗰啲 material 啊，佢同我喂你睇下呢度咁樣嗰啲，跟住佢就會鬧我嘅，就話喂都出到嚟啦，你仲要講呢啲噶嘛？我好大壓力啊，好滋擾啊嗰件事，好辛苦啊咁樣，好扮嘢啊，係啦，咁啊但係嗰個對個建築嘅愛喺心入邊啊嘛，嗰下嘅時候咧忍唔住啊，就好想分享啊咁樣。好辛苦啊！咁我哋琴日就啱啱好去咗雙子塔啦。係佢咧一路就喺80幾樓嘅時候同我講話，你知唔知點解呢度咧要另外轉3層樓嘅電梯咁樣話？因為咧上面咧冇咗嗰啲咁嘅房啦。即係我想我嚟睇觀光啊，我唔係嚟聽講呢啲咁嘅嘢㗎。我已經夠啦你咁樣咯。明唔明啊？我嚟去旅行係聽嗰個歷史或者聽古仔，我唔係聽佢嗰個建築架構點解83層嘅時候要轉 lift 去搭86樓。但係點解你又知咧呢啲嘢？你又真係做 research 嘅？唔係，因為我依家就係 design 緊同埋做緊就係一個好高嘅樓，就係 office tower 嚟嘅。哦，咁跟住我哋都會嚟了啦，係啦，有啲技術嘅問題啦，就大家面對嘅相似嘅起高樓嘅時候，咁我就明白我哋係真係公費去旅行，我哋係真係當去旅行㗎。佢哋想嚟開心，想嚟食雞翼，想嚟食炒粿條嘅。我係嚟食黃亞華。我哋唔係嚟睇石屎嘅，我哋唔係嚟睇 lift 嘅咁樣。佢嘅意思係咁樣，即係行到每一個好頭痛啊！每一個喺雙子塔附近嘅一啲新地盤或者新規劃各樣就好多 comment。啱啱咧，我哋喺嚟呢一個 studio 嘅嗰個車程嘅時候咧，佢都係即係 keep 住喺嗰條高速公路咁樣，周圍望到啲樓起，點會咁樣起㗎？冇可能係咁樣嘅喎，好困擾啊！呢件事情。佢本身咧，佢就問我，有咩懺悔好咧？有咩故事好咧？咁樣講完呢句之後，佢就指住嗰棟樓話：哇，嗰個真係好柒啊！做得咁樣。即係我話：屌你老母，你做呢個做懺悔啦，好唔好啊？喂，邊棟樓啊好？邊棟樓起得好窒啊？喂，講下先。我唔知嗰棟咩嚟㗎，總之係呢個係應該係主要喎。呢個主要邊棟樓起得柒啊？哦 OK，嗰個應該係 office 嚟嘅，我估係。面頭有。唔係我哋最高嗰個係嘛？唔係。面頭有支嘢懟上嚟嘅。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喺呢邊嘅喺 PJ。即係我哋最近 Marvel 電影裏邊出現嘅最高嗰棟。嗰棟好矮嘅就嗰棟，係有啲白色線嗰翹嚟翹去，好似個蘿蔔絲咁樣翹嗰棟。哦。附近嘅喺呢度附近嘅。好啦，我哋再睇翻先，我哋再小心一點講話，等一下你不能離開Malaysia啊，好危險啊。OK，咁啊，文仔咧，我先啊，居然係，你講。咁我呢個故事咧就係發生喺早排啦。咁啊朋友咁啱咧有隻貓仔走咗。OK。咁喺香港係有啲卡火化儀式咁嘅嘢啦。咁我就去咗 join 啦。咁咧我就喺嗰度場等緊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佢有個櫃展示櫃咁樣咧，就係 show 緊啲咩咧？就 show 緊佢有得賣啲嘢嘅。咁啊，譬如賣啲寵物紀念嗰啲牌啊，可能賣嗰啲玻璃樽入面可能裝住啲毛啊，裝住啲相咁樣啦，可能有個鵪咁樣嗰啲啊。之後咧因為我就本身幫唔記得就做 product 嗰啲嘢嘅，咁我就會研究下究竟成本價嗰啲咁嘅嘢啦。即係本身係一個 suppose 應該好傷心或者即係需要呢個撈起傷心氣氛嘅時候咧，我喺度諗個牌500蚊，可能成本我諗緊呢個嘢25蚊左右嘅啫喎。賺好多喎，佢舐好多喎。哇！撲街賺好多。嗰刻諗，哎呀，撲街我做咪得咯。我覺得你呢個係至少有8層左右嘅地獄。嗱，我哋平時咧係會幫大家嘅投稿故事分評級嘅。咁佢哋如果係
泰國地獄嘅故事咧，佢哋就會去到18級嘅地獄嘅。咁你嘅係咪19級啊？我哋有曾經出現過19同20級嘅地獄嘅故事，係因為佢哋真係我真係覺得太過分啦。可以講一下嘛？第19層嘅、20層嘅19層嘅其中一個故事咧，就係關於叉燒嘅故事嘅。咁嗰個故事係做咩咧？就係話說有個人投稿啦，咁佢就話佢有個朋友女仔嚟嘅，咁就係一個肥妹嚟嘅。咁嗰個肥妹朋友咧，佢就即係做一啲援交，即係性工作者。OK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又會中意玩 SM 啊呢啲咁嘅主題啦。咁然之後咧，嗰個朋友就話啦，佢有一次佢 picture 到嗰個女生玩 SM 嘅時候咧，嗰個 feel 有啲似日式叉燒嘅做法。我都係覺得呢個好過分。咁點解係日式叉燒嘅？因為佢好多繩縛綁住嗰個肉，佢又捲住咗自己一嚿嘢咁樣擺到，會吊起咗。很像我們這裡的，我同阿 Lucas Instagram 好中意 share，很喜歡。你講到你們可以去吃一下，來到馬來西亞可以吃那個綁線巴骨嗲。綁線的豬腳，肉骨茶食唔食㗎？你哋？對，我覺得就有一點像你講的那個綁繩子，你就會有佢嘅感覺㗎啦。即係日式叉燒嚟到馬來西亞就變咗做個肉骨茶，係啦，你哋又就有個 feel 㗎啦，濕濕地嘅添啊。去 SM 啦，你哋。你未懺悔喎，但係神父。係咯，但係你自己嘅故事咧。咁啊，我講個輕鬆少少啦。咁話説我哋琴日就第一日嚟到馬來西亞啦。咁我哋琴日就去咗雙子塔嘅。咁啊，每人俾咗200幾蚊港紙攻頂啦，去到頂樓嗰度玩啦。咁啊，見上咗頂樓嘅時候，發現就冇乜好做嘅。咁啊，咁我哋5個人，我哋4個人啦。咁啊，周圍行嚟行去，諗住影下相咁樣啦。咁我 spot 到一個男生，佢應該係日本嚟嘅男生嚟嘅，佢就自己一個周圍行，咁啊應該係一個人嚟去旅行嘅。咁然之後咧，因為我哋同行嘅阿 B 咧，咁佢就誤打誤撞地咧，因為可能想影一啲團體照，咁佢舉起個電話咁樣 selfie 啦，咁個男生又唔小心入咗鏡。咁我見到佢好似好驚咁樣，好似好內向咁樣啦。咁然之後我突然間覺得，我好似要揾啲嘢玩下喎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係咁舉起部電話咁樣同佢一齊影相，一齊自拍。即係因為咧坐嗰個 lift 咧，佢好多層樓噶嘛，係即係你可能有10秒喺 lift 度咧，不斷影。不斷咁影到佢，係啦，嗰個 lift 咧係玻璃咁樣，唔係玻璃，即係佢鏡 lift 嚟嘅，上面有鏡啦，前面有鏡啦，後邊有鏡啦，每個角度，跟住影下影下咧，又會周不時會望望佢，你耶唔耶啊？係咪要耶啊？跟住佢好緊張，我係咪要耶啊？呢個位，我哋喺3個人品字形咁樣夾住佢，我哋喺86樓影到去1樓 ，keep 住影無限影，係咁影，我仲要問嗰個同佢傾偈啊，你安錢，下次咩爹？有乜爹？咁啊，跟住佢後尾落到下邊報警咯，店嘅時候咧，就應該即刻揾個食 Q。我估佢驚咗啦，咁佢就一支箭跑走咗。哎呦，可憐他，趕走咗啲人啊！然後你現在看你的手機裡面沒有他的，他沒有出現的，冇呢個人冇嘅喎，是沒有這個日本人的。OK，他們3個暫時他第1名啦。係咧 ，OK 係啦，都 OK。我喜歡這樣的。OK 的。我們懺悔的事，我們自己要講嘛？你要先講嘛？我哋講咗啲故事先啦。我們先講。因為我都雞雞地嘅咁樣，但係佢嗰啲故事咧就。佢其實咧應該有啲係嘛？有個期待，我還好。其實佢成個人咧，即係個構造係應該坐監嘅，係應該報警嘅。我先講一個，沒有什麼很嚴重的啦。OK，因為大家有聽富有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歡偷東西的。佢中意偷嘢啦，佢食完嘢唔俾錢啦，唉，總之係好多呢咁嘅故事啦。咁呢個節目就啱晒你啦。OK，這個我應該沒有講過，是我在中學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很流行try 看能不能偷到，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偷的。所以那時候呢，他嚇到，為什麼我們那些人是這樣的？唔係，即係唔係大眾嘅，即係呢個係佢。哦，係小眾嚟嘅呢個。係小眾，係啦。戴翻頭盔先，我哋。係得佢一個係咁。OK。然後有一天，有一位女同學，她要買內褲給她男朋友，我就跟她說：來，我教你可以偷內褲，怎樣偷呢？我們就去那個商場 mall 呢，因為通常內褲我們那時候買的是那個Reno 嘛，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馬來西亞一個很紅的牌子。OK。然後一盒裡面是有三件的，我就跟他說：
旁邊你再開起來，我們偷塞多2件進去，所以就等於有5折的感覺，50% discount。他講沒事的，沒有人會去開那盒子的。那個女同學就很相信我，她就偷塞了2件進去。我們講 OK 去付錢，結果我們去付錢的時候，那考德小姐就開那個盒子，她一打開的時候，我們2個人就跑，現在跑，因為我們怕被抓。我都同你講啦，佢係應該坐監。是哦，另外一個我們應該坐監。佢係應該坐監㗎。我們點解唔着住幾條一齊走咧？係咯，因為啱啱我嘅諗法咧，我由連俾錢嗰下我都冇諗過咯，真係你係咪都要搞㗎啦？不如直接拆盒，因為通常個盒上面有個 barcode。先會嘟嘟嘟嘟嘟嘟響㗎，你底褲本身係冇嘅，直接着住走咯。我哋諗住，我們 Malaysian 還有點良心，你們香港人，我們還要給錢，給一點點。覺得佢 OK 嘅，是你應該坐牢，你應該坐牢。佢完全係 OK，最後都冇攞條底褲走係咪？係咪咁啊？所以冇沒有。講起呢個偷嘢故事咧，我就諗起我朋友啊。咁佢阿媽咧咁嘅，你朋友講係朋友咯，係咯，講朋友先。係啦，去咗呢啲香港啲百貨公司買嘢咧，咁有啲熟食檔啊嘛，咁咧佢有得賣嗰啲豬手啊、雞髀啊咁樣，但係佢係要磅嘅，咁咧佢就磅完之後咧就會黐個 label 上去啦。咁我朋友媽咪咧就冇諗過，哎呀咁貴嘅嗰個價錢，即係同佢預想中唔同咁樣啦，就要可能200蚊港紙，即係可能100馬幣咁樣啦。咁佢就於是乎咧就因為佢係保鮮紙嚟㗎嘛，黐個 label 上去啫嘛。其實你搣咗嗰嚿嘢係冇人會發覺㗎嘛。佢於是乎就直接搣開咗個 label，就直接拎住嚿嘢走咗出去啦。佢嗰個有啲類。哇 ，OK，你係咪 friend 嚟㗎？很好，很好，好中意，好中意。下次我去香港教我怎樣偷東西。我另外一個成功偷過的是，我之前在一個很出名的那個賣家具的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大學嘛，要想看怎樣省錢嘛，所以我朋友想到有一個偷東西的方式，就是你買枕頭的時候，你在裡面偷塞那個枕頭套，所以他們就不會發現。但係點解唔會？沒有成功過我都話佢應該坐監㗎啦。我覺得佢係值得落地獄嘅。點解？幾多層咧？其實佢做嘅事情係，我覺得係還好嘅。但係個重點係佢有一個自豪嘅心。我講得很開心，他覺得很開心。佢覺得自己好威㗎，係啊。你如果講呢個偷嘢咧，即係我突然間醒起，我都大家都有偷嘢嘅呢個經歷嘅。但係我偷嗰樣嘢就唔係喺一個商店度偷個 product 走。我嗰陣時咧，即係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住 hall 嘅，即係住宿舍。OK，咁我哋宿舍咧就13層樓高，每一層咧都會有一個 common room。common room 會有雪櫃嘅，即係大家 share 用噶啦。有一日啦，咁我同我個朋友咧就話今日好想打邊爐，咁真係好想，但係出邊落好大雨，咁就出唔到去買嘢啦。咁我哋2個人咧就攞住個袋啦，就由13樓開始，每個雪櫃打開人哋。攞晒啲餃子啊、菜啊、豆腐啊、丸啊、雞蛋、牛肉乜鬼啊，全部掃到落1樓，攞2大袋走。所以話香港人冇良心。你們逼我們，你有聽到我們2個人？我唔敢講啊。很快嘅。我哋2個都嚇親嘅時候，你都知你係嘢㗎啦。係咪啊？係咁，我哋係唔同大學嘅。咁啊，我大學嘅文化入邊咧都存在住呢一樣嘢嘅。咁話説咧，我嗰時住宿舍嘅時候咧，我個房間咧係我所有家私都齊備嘅，電視機啊、地氈、地膠啊、床褥、床墊、床鋪啊，咩都有嘅，全部都唔係我嘅。你們真的即係連個 PS4 都唔係我嘅。唔係，因為咁樣嘅，因為咧喺香港咧讀大學住宿舍住 hall 呢件事咧，其實係一個好唔一樣嘅文化嚟嘅，就係令你感受下咩叫社會嘅鐵拳。被壓走，我哋唔係話呢件事係正當嘅，單純係嗰個時間點係一個文化嚟嘅。但係你都需要落地獄，我需要落地獄嘅，你都好有個自豪嘅心啊！你唔係啊，你講到係文化咧，你就真係應該落地獄啊！講到好冠冕堂皇，好威咯，覺得自己。我想問一下，怎樣拿到 PS4？教我。嗰時咧係咁我住唔可以講我樓層。咁啊，總之我住嗰個樓層咧就係啦，比較多女生嘅，即係我嗰層係得
幾間男仔房嘅啫。咁然之後咧，咁我哋嗰層全部都係女生啦。咁我哋同啲女仔都玩得好 friend 啊咁樣嘅。咁我有一次嘅時候咧，我哋就厚中咗樓上一層咧，就有個朋友仔佢就有部 PS4，咁佢又即係佢唔係成日翻嚟宿舍嘅人。咁啊，然之後我哋就同啲女仔就夾埋啦，咁就同佢話：喂，有一次咧，如果嗰個人翻嚟嘅時候咧，你哋上去傾下偈咯，跟住順手又話想玩下 game 啊咁樣咯，睇下會唔會借俾你玩咯，咁然之後咧，咁啊真係嗰個朋友就翻咗宿舍啦，咁啲女生咧就上咗去個房嗰度啦，就4-5個女仔咁樣上咗去，就我想借你玩喎，咁於是乎佢哋就幫，即係咁嗰個男生就好熱心啦，咁因為我嗰層係女層嚟噶嘛，咁佢又唔會話好大警覺性嘅，覺得呢間男仔房嚟，咁於是乎佢就幫我喺我間房度安裝好成個PS4 啊，電視機插好線啊，插好個喇叭音響啊。好好啊！佢嘅期望佢嘅大學生活就係同幾個女仔一齊喺間房度玩 PS4。你哋嘅容納度好高啊！即係香港雖然會有個 term 啦，叫做社堂文化，其實就講緊話你喺讀大學嘅時候住 hall，你要面對好多唔同嘅處境出現，顛覆你嘅常理嘅，就係遇到好多呢個仆街嘅出現啦。免責聲明啊，佢講文化就香港冇呢啲嘢㗎。唔係你如果你唔講起話偷唔偷嘢呢啲，我真係完全唔記得咗呢件事。你明唔明？真係好似好生活化、好正常啊呢件事。即係喺大學先會發生嘅呢件事。隔咗咁多年之後，突然間講起就，好似有啲古怪喎。原來呢個都係需要懺悔嘅嘢嚟喎，我都唔記得咗啦已經。因為我嘅咧都係喺大學發生嘅，都係宿舍。咁咁當然宿舍就唔可以養寵物㗎啦。咁但係咧，我哋樓下咧就有個女仔咧係養咗條 Sugar Glider 嘅，即係好似 hamster 咁樣，即係好似squirrel 咯 ，squirrel 叫咩咧？叫松鼠，可以松鼠但係細條啲嘅咁樣。咁然之後佢龍貓嗰啲 friend 係啦，大概係咁。咁咧佢咧咁啱樓下個 friend 咧就要翻檳城啦。咁佢就問我同我個即係 roommate 咧就話可唔可以幫佢睇住幾日啊？咁啊，喂冇問題啦，又可愛又剩咁樣。然後有一天剛好肚子餓，想要打邊爐。咁就我哋又翻學啦喎。咁條友啊喺嗰度啦。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咧，條友瓜咗。咁我哋係啦，我哋諗住瞓咗覺。個人瓜咗啊？唔係條鼠。喂，個人瓜咗啦，然之後就埋咗條屍啦。我以為你話你個 friend 瓜咗之後嗰隻嘢究竟點算咧？咁樣定咩咧？我點啊咁樣？他其實剛剛從監牢出來，他殺過人了，坐了30多年。咁條鼠瓜咗咯，咁然之後我哋就好驚啦。咁因為佢都幾錫條鼠嘅，翻到嚟應該點算好咧？係啦，點算好咧？咁我就同靈機一閃，就同個 friend 講買多條啦。咁然之後我哋就係啦，就托咗嗰條屍，攞咗去個寵物嗰度，就話俾我一模一樣嘅一條啊。咁佢話冇一模一樣嘅喎，咁 as close as possible 啊。咁佢就執咗條大概嘅，但係細翻少少嘅，細條翻少少，咁就等翻入去啦。咁之後係翻到嚟個。嗱冇事啦，我 still very healthy 啊咁樣，咁佢就拉上嚟就話：哇瘦咗，係啊，掛住你啦，唔肯食嘢啊，掛住你喺度食唔飽啊。係啊，幾日咧，佢哋聽上嚟就話：呢幾日咧唔係好聽話，佢真係周街通山跑。我哋話係咯，幾日唔係因為唔慣㗎啦。俾佢發現咗而家20年後從來冇同人講過呢個故事。誒，這個 OK，這個 OK，我喜歡。咁你講起宿舍咧，我諗起宿舍養過最奇葩嘅動物係乜嘢？就係大閘蟹。點啊？因為嗰時咧係搞一啲社團活動啦。係咪打邊爐嘅時候？唔係打邊爐啊！嗱，咁係搞社團活動啦。咁然之後咧就咁我係一啲叫做樓層嘅搞手咁樣，我就話提議不如大家一齊食大閘蟹啦。咁啊，於是乎就訂咗可能20零30隻咁嘅蟹翻嚟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諗住一齊蒸一齊食啊咁樣嘅。咁啊去到活動嗰日啦，咁但即係所有人都有俾晒錢啊，俾足錢啊各樣嘅。但係個問題咧係食蟹嗰日咧又有一半人唔喺度。咁啊即係太多蟹嘅時候，咁啊食唔晒啦。咁點算咧？有啲人未蒸喎，咁佢又好似好生猛咁樣喎，咁喺度玩嚟玩去，咁我啊心生一計，我覺得不如養啊，不如養下佢啦咁啊。
咁然之後咧，我就整咗個我特登去金魚街，金魚街係個香港嘅水族。即係專賣水族嘢嘅地方嚟嘅，咁啊買咗個缸啦，買咗個氣泵啦，買咗啲即係搞掂晒成個配套啦，咁然之後喺宿舍就養呢個大閘蟹啦，咁但係咧跟住就發現原來大閘蟹係喺嗰個水缸度係生存唔到。大閘蟹唔係嗰啲喺嗰啲池仔度嗰啲咁樣，佢唔可以浸水㗎。係啊，跟住但我以為係可以掉落去嗰啲魚缸。但係你以為係 Nemo 啊嘛？係啊，跟住我就掉咗幾隻大閘蟹落去啦。其實我嗰陣時係幫佢哋改名，一個叫 Bruno， 一個叫 Bruce 嘅。咁唔係話佢哋點樣分 Bruno 同點樣分 Bruce 先 ？OK，Bruno 同 Bruce 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嘅。OK，個差異係點樣咧？就係佢哋個背脊個花紋係有超級大嘅唔同。一個係有白色間嘅，呢一隻就冇嘅。我嗰時仲幫佢哋開咗 IG， 我晏啲可以俾你睇。佢哋咧，因為 IG 多 follower 啊嘛，都有100個 follower。哇，好多啊 KOL 嚟嘅。咁你抌落個缸之後，咁點啊？之後佢係咯，熟咗未？佢瓜咗。咁佢瓜咗嗰兩隻臭蟹，咁點搞？呢個就係下一步要懺悔。OK。咁啊，嗰兩隻蟹咁佢就即係佢未係瓜得晒嘅，咁但係咧佢就喺嗰個瓜得晒，佢兩瓜，兩瓜。佢喺個水缸嘅時候，我就發現咗佢好似唔係好啱喺度生存喎。咁我話摷翻佢出嚟啦。咁然之後就去咗樓層嘅一個，即係每個樓層都有個廚房嘅。咁去咗廚房個星盤嗰度擺佢喺度，咁佢會唔會好翻啲咧？咁就咁就等喺星盤，有個佢應該會好翻嘅。其中一個買咗蟹嘅女生 Bruno 乖啊，我有事㗎，你會好翻㗎，冇事嘅，因為佢個嘴已經開始噴緊啲白泡啦。Bruno 唔好啊，你冇事㗎，撐住啊！咁啊，跟住咁總之就係咁，我擺咗佢兩個喺個星盤嗰度啦。咁啊，有個女生都係有買蟹，但係嗰日就冇翻嚟食嘅。咁佢就翻咗嚟啦。咁我同佢講：誒，你翻咗嚟啊？咁不如我蒸埋俾你食啊！跟住佢又話唔係喎，啲蟹擺咗一兩日係咪唔食得㗎啦？我話唔會，唔會咧。你睇下佢仲生猛嘅，仲識噴泡。噴泡意思係咩？佢生猛咯，仲呼吸到水缸去睇，我哋有養住㗎嘛。我哋有個養殖場啊，你睇下，有專業嘅養殖場喺度。我哋個缸幾好喎。咁啊，即係蒸咗俾佢食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又話有少少奇怪怪喎味，唔係，真係臭蟹。臭蟹味，噴啲嘢嘅臭蟹，會噴嘢嘅臭蟹。咁因為咁佢有臭蟹味之餘咧，咁啊佢咧就我諗佢係未食過大閘蟹。咁然之後咧，咁大閘蟹我哋就通常咬入邊嗰個膏啊或者肉嗰個位置噶嘛。咁佢咧咁佢問我點食啊咁樣嗰樣嘢。啜佢咯。因為有冇通常係啜啊或者係攞個叉仔拔入邊啲肉啊咁樣噶嘛。咁佢可能未食過啊，我同我你一咬落去就得噶啦。即係你成隻咁樣。啲肺嗰啲都唔幫佢搣啊？唔係嗰啲清咗嘅，嗰啲清咗。咁你都有良心。我幫佢斬開咗一半。咁然之後，將 Bruno 斬開咗一半啦。咁啊，Bruno die with a smile。點食咧？咁樣我就話你點少少醋，咁就直接成隻咁擺落口啦，當係 burger 咁樣咬就得㗎啦，咁樣啦。咁啊，我又冇諗過佢啊，真係完全聽晒咁樣去做嘅。咁結果佢係咬崩咗一隻牙。哦，係喎，佢一隻牙係直係啪咁樣斷咗，因為咬咗個蟹殼嗰度。喂，但係佢冇事嘅個人。佢有事啊！佢崩咗隻牙，佢斷咗牙。但係佢啜晒啲嘢都 OK 嘅。佢食唔到落去，成口都係牙血咁樣。咁佢就唔知嗰隻蟹臭定唔臭其實。佢了解唔到咯。OK，佢食唔到落去。嗰隻崩牙咧救咗佢一命。唉，我好喜歡你的故事誒，第一名。即係所以喺大學咧，香港大學真係會發生好多呢啲。誒，很好誒，我們以前只是偷看室友的 A 片而已，就這樣。即係佢有隻碟擺咗喺房，跟住他的電腦，我們全部都會進去偷看。然後有一天他受不了，他就出來跟我們講，裡面很多不同干啦的味道，干啦是。OK。干啦就係我哋度孩子咁樣，小朋友。他講裡面太多味道了，不要再進我的房間了，大家。即係啲猴子猴孫咧，明，戳到周圍都係啦，係啦，就真係，所以我哋好多做節目嘅時候，啲 creation 啊或者嗰個節奏，其實都係因為我哋讀大學嘅時候，即係戳出嚟嘅。係啊，嗰個慣咗啊。
就我哋將成件事照版照搬搬咗上個節目度啫，就變咗咁樣咯。好好啊，呢一個 segment 好好啊。我覺得神父是你嘅朋友誒，真的，你們可以當好朋友。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分享嘅，原來好啦。當然啦，我哋都叫大家投稿啦。咁啊，等阿 Lucas 即係講翻幾個。好，我們的聽眾的，我都想聽下，感受下馬來西亞嘅威力啊！馬來西亞懺悔。好。Potato 說他在中學的時候呢，因為好朋友的 assignment 沒有做好，他和其他好朋友就偷偷溜進了主任的房間，偷用主任的電腦幫他的朋友改他的 assignment。哦，就這樣。哇，呢個 OK 喎。佢唔需要落地獄喎，因為佢呢個好叻啊！佢好有技術喎，佢義氣仔女嚟嘅喎。對，但是很慘的是，他現在已經沒有和那位幫他改 assignment 的朋友聯絡了，所以到最後小丑竟然是自己，因為他們已經不是好朋友了。現在可以啦，呢大係回憶嚟嘅啫。佢個朋友唔係，佢個朋友係要落地獄嘅，因為你阿投稿本人啦，佢就重情重義啦，而且又有技術啦，你咁樣都放棄咗個咁嘅朋友。幾多層啊？兩層啦。OK 啦。佢唔係話好差嘅，咁但係佢冇情冇義啊。我以前是偷偷進那個Bilik Cetakan 印刷室。OK， 因為我很討厭一位我們的數學老師。我就看到他，我在富有講過這個故事。OK， 總之我就是看到他出題的數學考卷，他要拿去複印給學生，就是差不多100多200位考的那個數學考卷，我就看到這個安出的我很討厭他。這個即係老師老師安出嘅題，所以我就在他的考卷上面畫。因為他的嘴巴很大，所以我們叫他鳥嘴。所以我就畫了一個小鳥和一個很大的嘴巴在那個考卷上面，所以他就複印了100-200分給全校的學生看。就這樣，我只是做過這個事情而已。呢個唔需要坐監。OK， 但係你都係賤人。OK，然後那個老師就很生氣，他就到處去問誰畫這個東西的，然後我又白痴到，因為我真的很討厭他，我就在我課室的旁邊外面的牆壁上面呢，我就畫了一樣的 logo 在上面，就塗鴉那個牆壁啦。然後他就 check 到我們的課室，他講哈，肯定是你們這間，因為有那個 logo 在你們的課室外面。他就說是誰？你們學生是誰進去我的 Bilik Cetakan畫東西的？哦，肯定是班長，因為只有班長才可以進那個 Bilik Cetakan印刷室。然後我就在那個課室裡面，我就講，班長你舉手吧，是你的錯。你就是 Batman 呀！然後我全程安靜，其實是我畫的。然後那個班長就無緣無故的被罵，他被叫去，你給我出來！你呢個你俾幾層啊？坐監啦呢個。佢 Batman 喎，但係佢好型啊！佢幾個情感，好驚啊！你哋好慫恿去做呢啲嘢啦。佢有上天堂嗰個潛質喺度，佢做緊好事嘅。對啊，因為很多人都很討厭那位老師。好，謝謝你們 back up 我。OK，接下來咁撐佢做啲衰嘢。我先念完在學校的故事哈。這位的聽眾，他名字叫做甘飛。甘飛他說，他記得 Form 5 20年前的時候，為了要去新加坡看一個表演。那時候還沒有護照，沒有 passport， 然後就任性的要求他的媽媽帶他去弄 passport， 然後媽媽好像不是很願意，但是為了他就載他過去弄 passport， 結果在路上呢已經走了一段路他才發現忘記帶 IC， 他媽媽也再回去拿 IC 給他。然後在路上他就即係佢唔記得帶身份證啦，行途中咁又要翻去攞身份證啦。然後他在路上呢就不敢發聲，但是他永遠會記得這一刻，以後要對媽媽好，就這樣。世上只有媽媽好，咁呢個 OK。嗱，呢啲故事咧，多數佢有嗰個懸崖勒馬嘅有悔意咧，我哋都唔會去懲戒佢嘅，係啦。好，接下來即係暫時你講，你覺得最賤嘅係邊個啊？即係啱啱嗰兩個入邊，包括我們嘛？我哋所有故事當中，神父啦，肯定臭閪啊！臭閪啦，肯定係臭閪啦。係啦，因為通常我哋評價故事個評級嘅時候咧，都要睇佢有冇個悔改之心嘅。如果佢本身係有悔改之心嘅話咧，其實就代表佢係知道自己有錯誤喺入邊。
基本上都同埋太深入㗎啦。同埋除咗嗰個悔改之心之外咧，佢投稿嗰個框架啊，佢寫文章嘅時候 O 唔 OK 咧，都係我哋嘅評級。哇，這樣嚴啊！係啦，因為我見大馬觀眾其實佢哋都好寫得好好啊，有文有路。係啊，你全部有文有路，香港觀眾投稿唔似我哋嘅。佢講完之後，我哋好驕傲啊！有文有路嘅意思咧，我哋講緊係喺文法上，喺 grammar 上，成個故事個結構完整係啦。因為我哋嗰啲投稿咧，一嚟啦冇標點符號啦，二嚟啦寫完之後咧寫可能500字，其中有400字都可以唔使出。香港人用口語啊，用廣東話寫，我哋嗰啲好簡短嘅，係啦，我哋好簡短。係啦，咁樣所以咧就我哋喺處理投稿上面就唉。佢其實想講乜嘢咧咁樣，跟住我哋最後咧就唔會話去評級佢嘅故事，我會評級佢本人咯。係需要佢學中文嘅，係啊，需要學中文。OK，咁我哋而家聽過2個啦，都 OK 嘅。接下來都是關於到感情的。OK。第一個是小小，他說曾經跟初戀在一起的時候，他自己劈腿了3次。原因是自己覺得初戀不適合自己，所以那時候才會想要嘗試和不同的男生在一起，看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適合自己。可是那時候，她的初戀男朋友一次次的都原諒她，到了真正分手的時候，她才說，她男朋友問說，為什麼發現不合適的時候沒有和她說呢？這麼多年過後呢，她還是覺得非常的愧疚，當初這樣傷害她的前男友。她的人真的很好，但是只是我們真的不適合。我已經找到我的幸福了，也真心希望她能夠找到很愛她的女生。咁呢個冇問題啊。劈腿啦，愛情專區喎，係愛情專區，佢未揾到自己中意食嗰碗肉骨茶啫，開頭係咯。即係我自己咁樣覺得啦，就係嗰條繩紮得唔夠緊啫。喂，係啦，即係呢個唔夠緊啫。其實我自己感覺啦，嗰個本身嗰個男朋友即係俾佢背叛嗰個3次啊，嗰個男嘅，佢唔會唔知嘅。係啊，永遠唔會唔知嘅。有陣時係佢選擇性令唔知啫。嗰件事係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咯？所以冇問題啊。呢個你如果你有唔滿意，你開頭已經講咗啦。係經歷咗3次都仲喺度嘅話，就是那樣咯。所以咁樣嚟啊。所以個男仔先係要落地獄嗰個。Exactly，個男仔先係拖累個女仔嗰個。佢拖泥帶水重點啦。同埋佢要去地獄修煉一下先。修煉啲咩？係等個人唔好再咁沉迷於呢啲咁嘅女性啦。但係有啲人係咁噶嘛，係會中意一啲有挑戰性嘅人噶嘛。係啦，你中意玩啊？好啊，我同你玩。係啊，即係所以點解話係個男仔要落地獄咯？因為佢就係中意緊呢樣嘢，點解無啦啦要鬧人啫？你本身就係 enjoy 緊呢件事啊嘛。羅比，你好像很有經驗呢。對啊，我係嘗試代入嗰個角色去諗一諗發生緊啲咩事。好啊，佢個反應好啊。哦唔係，我覺得大家都第一次嘅時候又冇得怪邊個啱邊個錯，冇經驗啊嘛嗰樣嘢。未試過，即係你而家食咗一次，即係食過3個有經驗，即係後面知點做啊嘛。之後翻嚟就覺得話啊，還是覺得你最好嘅時候。佢因懺悔應該覺得啊，第一次做得唔夠好，瞞得唔夠，即係瞞得唔夠深入啊。哦，深入 OK。深入有幾深咧？好，我哋聽下一個先。另外一個是他講唔好開名，他10幾歲、20幾歲的時候呢，那時候和一位男生曖昧，然後他知道那位男生真的很喜歡他，就跟他借了100令吉，現在沒還他100令吉，100令吉而已 OK 啦。即係譬如話，如果借成1000蚊嘅，咁就刻意嘅，咁就衰嘅。OK，你哋講翻，因為呢啲先係最過分，因為我借你100蚊馬幣嘅時候，你唔知點樣去追我收啦，亦都唔好意思去揾我啦。咁即係點啊？我一係焗住一定要去唔理呢嚿錢噶咯。你話借個大啲嘅錢咁，我都可以冠冕堂皇咁樣去追你數啊嘛。咁你覺得呢個係佢刻意嘅？佢刻意一定係刻意啊！冇少數怕長計啊！你100蚊，你又唔好意思同佢攞。可以喺 GMBB 買到2隻玩具啦！真係啊！多謝你提 GMBB，謝謝你們去 GMBB。我們之前在那邊做 live podcast。哦，喂，你會唔會再翻去 GMBB 啊？會啊！可以係你翻去，你去記得去 Tuesday Club 喎。我哋就係未去咗，即係因為我哋琴日去嘅，就啱撞到咧，就去一個插畫展，咁我哋就揀咗入插畫展。我要去，對。
我要去那個到這個星期天，對。咁你哋再翻去咧，咁嗰度有個茶餐廳啦，即係好正嘅，即係咖啡啦，同埋 Tuesday Club 咧，你可以揾翻佢老細啦，佢叫 William 啊。咁之前係咪嗰個對面街？唔係對面嗰間啊，即係同阿喂係咪8樓？係咪高？係啦，樓上係啦。咁佢即係我可以同佢講翻，咁佢哋都有去設好多 T-shirt 啊，好多 merchandise 啊咁樣嘅。咁係咯，有興趣嘅話可以睇翻。哇 ，William 我 sell 你 product 啊，很型呢間店。因為我哋喺 GMBB 嘅時候，我哋去咗睇嗰個插畫展咧，咁就用得太多時間啦，因為我哋要去雙子塔。我哋呢度有好多咁嘅 venue 咧，你哋可以睇翻嘅，即係譬如話好似南豐紗廠咁樣嘅一啲 style 喺度，咁就可以去 explore 翻。另外一間是中山咯，中山即係我之前搞 festival 喺嗰度，即係喺一棟樓嘅幾棟樓嘅一個 venue 叫 The 中山 Building， 幾得意。係啦，咁就好似 GMBB 咁，但係冇冷氣嘅，咁你可以睇下。很壓，所以記住嗰100蚊，記住還翻啊！就可以佢就可以去 GMBB 嗰度消費啦，知唔知道啊 ？OK 好，去玩 William 去玩 William， 係。OK， 最後一個投稿是來自這位朋友，他叫做老姨係老姨撚啊咩係撚？老二，老姨就是不是懶，等一下，不是老二，是阿姨的姨，老姨，唔好意思啊，直接變成懶，唔好意思啊，無端端起撚嘅，嚇到我，Auntie，嚇到我，又沒有講什麼東西啊，他人講老二，唔係啫，唔係老姨咁快嘅發展得，唔好意思，就係對呢啲反應特別快，我哋係啊，發展得咁快嘅香港人。OK， 他很多年前和他一位前任分手的時候呢，因為他是被劈腿的，還被出軌的，所以他就很傷心，失去了理智，所以就到處去噴他這位前男友前任。他說不是亂噴，幹啦，不要亂來。OK， 總之就是亂講好壞話啦。好，甚至和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全部說：哦，你知道這個人啊有多不好，有多渣嗎？然後哇，他寫很長哦，這個你們會給他哇？很長哦，你們要罵他了是不是？即係佢周圍去講佢不是啦，對，係咯，但係佢份人係點嘅啫？其實佢之後有冇講翻佢男朋友其實係一個點嘅人？其實他的那時候他只是被分手而已， okay, 所以他就很生氣。現在年紀大了，變老姨了，變安迪了，回想起當年，真的是覺得自己非常幼稚沒品。就這樣，然後因為大約3年前 MCO 的時候，身邊陸陸續續很多家人朋友都離開了，覺得生命無常，要好好珍惜一下身邊的一切，所以就想起了這位前男友，也聯絡上他了。然後呢，感覺是非常美好的，就祝福雙方吧，因為大家都找到自己的生活伴侶了。哦，咁大家都 happy 嘅而家。呀，你不會覺得我們的聽眾都很厲害做 ending 嗎？都會做一個我覺得怎樣，希望大家都開心。我覺得觀眾全都是好人啊，對，很溫暖，對不對？係，我啱想去講，係咪好好人啊？我覺得呢邊嘅觀眾們、聽眾們咧，都係唔太需要懺悔，我覺得。可能係聽我哋節目嘅，係啊，佢哋全部都好有正確價值觀啦，然之後又有自己反省啦，就唔似香港嗰啲偷人家 PS4 啊！因為呢種斷崖式分手咧，正常點都唱咗先嘅，即係唱咗我一定係爽完噶啦，爽完之後咧就唔緊要咯，揾下個男朋友咁樣啦，即係就唔會有阿姨呢種後續嘅即係世紀大和解咁樣感覺。呢啲仲要係隔咗咁多年，同埋因為經歷過生離死別先至。但係嗱，我再諗多少少啦，就我覺得佢呢個隔咗好多年呢個都係一個得意嘅 point。就隔咗咁多年之後，通常會結婚㗎。其實佢做緊即係個投稿嘅阿姨，其實佢淨係彌補自己心入邊嘅嗰個遺憾。係。嗱，諗清楚，佢好自私嗰啲行為。咁多年嚟，佢都冇幫嗰個對方個男仔去澄清任何嘢，去做啲任何嘢，俾人背負污名嗰10幾年啦，或者當佢幾十年咁樣嘅時候，依家你淨係為咗自己一己私欲，我係有啲人離開咗whatever，我心入邊好似缺少一啲嘢啦，我先至再做啲動作去幫自己個心入邊填滿咗。其實係咪真係幫？但係其實個男仔根本可能冇諗佢咧，即係唔係啊？即係佢個男朋友分咗手之後，即係可能
都唔記得咗呢一個人。係啦，唔記得咗呢個人啦，或者佢都可能好嬲啦，或者因為俾人講咗咁多年，唱咗咁多年。跟住無啦啦，依家就變咗聖人咁樣，好事落地，就以為好好咁啦。係啊 ，TVB 大結局咁樣就唔，我覺得麻麻地喎，呢個反而 TVB 大結局係真係麻麻地嘅。好台燒嘢食 ，TVB 大結局係真係麻麻地㗎。咁好似不過我哋呢個牧師團隊嘅成員係揾到個漏洞，你都係需要落地獄嘅喎。阿拿伊，因為佢好單方面地去做一個聖人嘅角色啊。自我感動咗一下，佢將我哋，佢呃咗我哋啦。佢浪費咗，唔係即係佢咪浪費咗嘅，佢無視咗個男仔呢10幾20年嚟夾硬俾人哋去鬧嘅呢個污名啊，嗰個莫須有嘅罪名。OK，因為通常咧，我哋評想投稿嘅時候咧，有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你投稿嘅嗰個人咧，唔多唔少都會側重為自己嘅嗰件事咧正名化嘅。係啦係啦，呢個你一定會㗎，你唔會寫到自己咁衰㗎。係啦，為自己平反。喺呢個時候，我哋做呢個節目就要去諗多啲第三者嘅角度，佢提過咩人嘅時候就諗多啲，佢會唔會有啲咩位受傷害？如果咧條女咧，即係同身邊啲人呻啦，但係身邊啲人佢根本唔係好多 friend 嘅。即係譬如話佢都係得個屋企人咁樣樣，咁啊對個男仔根本就唔會做到任何傷害嘅，而個男仔根本都唔鬼理你啦。咁你覺得條女有唔有錯？因為如果譬如話我同得你分手嘅，你之後講我乜嘢，我唔理你啦，忽視啦，你一啲都冇價值。咁樣俾人唱，我會覺得呢件事都需要懺悔同埋有罪名嘅原因在於，其實你一段關係本身成立就係一個信任同埋互相愛嘅關係而成立噶嘛。OK， 雖然佢完結咗，但係都唔代表你要一個180度大反轉。我一直都唔 buy 呢一個動作嘅，就係只不過你哋緣分去到呢個時間點咁啱夠鐘收工啫，唔使話鬧得咁緊要。或者咧，後相見。我代入個男仔嘅角度咧，其實某程度上佢講嘅呢啲莫須有罪名咧，都會touch 到佢啲痛點嘅，即係我突然間醒起咧，我朋友啦，唔係我啦。OK，咁啊，曾經試過有一次分手嘅時候咧，就俾個女仔去唱佢啦，話佢一啲好多雞毛蒜皮嘅莫須有嘅罪名啦。咁有幾咁莫須有咧？嗰啲例如話佢去 KFC 食嘢嘅時候咧，佢就會偷紙巾嘅。我當係咁樣啦。當係咁樣呢啲故事，咁啊好多呢啲咁嘅零零碎碎嘅事情咁樣嘅，咁啊佢嗰個女仔咧就分咗手之後咧就周圍講100次，個個都知道咁樣呢啲故事。咁但係其實即係你話即係你話個男仔唔理又好啊，或者佢嗰件事太雞毛蒜皮又好啦，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傷害啊，或者係整咗個唔好嘅形象俾佢嘅。是。OK， 我最近OK， 我也是聽到人家講的啦。所有都唔係自己故事。你們兩個可以做好朋友啦。係啦，分了過後，到處去就講，你知道嗎？我的前任啊，他不行的啦，他跟我做3次而已耶，他沒有那個，他不能騎的。3次而已，我跟他在一起2年多，3次而已，到處講，然後全部人就覺得哇，那個男生真的很不行嘞。你喂，不是你朋友嗎？我很行啊，我很行，又講翻啦，啲師傅話咧佢下底好虛噶。我說我行我就行。我覺得呢啲好主觀嘅，即係好似間餐廳好唔好食咁樣啫嘛，即係每個人對嗰件事角度唔同咁嘛。有啲人話黃阿華好食咁啊，但係一定覺得黃阿華唔好食咁樣嘅。你唱完可能對佢嘅影響唔大㗎，佢照繼續買雞翼啫嘛。有啲人中意乾嘅肉骨茶，有啲人中意濕嘅肉骨茶。有啲人中意綁線嘅，係啦，有啲人中意濕濕地綁線，有啲人乾乾地綁線。對，有些人喜歡鋪白沫。整一個大碼 open rice 咯，將啲男仔放晒上去，就下面有啲評價就呢個男仔咧就做3次咁樣嘅，咁啊2年做3次。不要一直提我 ，OK？ 結束，不要再提我。OK， 咁多謝晒啦，今日大家嘅分享啦，同埋再俾多次機會，大家仲有冇其他故事分享先？沒有啦，你哋自己啲故事或者係 friend 嘅故事都好。我覺得如果有的話，可以去聽你們自己的告解室，你們的懺悔室。其實真係唔係咁地獄嘅啫。是我們的聽眾都很溫暖呢。
係咯。但是我們還是會呼籲我們聽眾繼續投稿，我們還是會繼續做這個單元。然之後我哋覺得有啲勁嘅，我哋再 share 俾你哋。哇！有啲好勁嗰啲咧，就嚟香港嘅時候，我哋再錄咯。哇！好啊，係啦。咁如果中意呢個我哋呢個懺悔室嘅節目嘅話咧，我哋會有好多香港嗰啲版本啦，咁就可以去我哋節目嗰度聽都有嘅。係啦，咁我哋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呢個集數啦。就係你呢度聽啦。Yes， 咁啊就去 Spotify、YouTube 或者 Apple 嗰度 search， 講下唔記得就會揾到我哋噶啦，一個粉紅色嘅 logo。我哋都會 tag 翻嘅。係啦，我們和講下唔記得也 cross over 了另外一個節目，會在他們那邊播出。係啦，咁啊我哋仲有一集，咁就喺我哋個台嗰度，咁就大家可以一次就聽到2集啦，咁樣就認識我哋2個台多啲唔同嘅觀眾。兩集嘅風格都唔同。冇錯，2集都唔一樣。呢一集嘈好多，灰咗就突然之間變咗好 international 啦，多謝晒，唔記得咁俾啲掌聲佢哋先。謝謝你收聽這一集的 The Fuyoh，喜歡這一集就 share 出去吧，謝謝，拜拜。